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翻 DS20劍命篇成劍時代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即刻封了。你開過？係中閃嘅，就紫色唔知咩。是。好，到第8，又係未開過嘅。哇！中劍啊，中 X。哇！有人唔知骨劍，正又中咗 X 吧，非常之開心。係啦，復翻似啲閃嚟先啊，就係呢張唔知咩紫色 magic 啦，同埋呢張 Brave 劍嘅 X 嚟嘅，都幾好嘅。好啦，呢條片都完啦，希望大家可以 like 我同 subscribe 啦，拜拜。